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清早的时就来敬拜你。主，阮感谢你赐了祈祷的稳定甲权柄，互阮伫清早的时会当伫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会当向你祈祷是何等大的福气甲稳定。主啊，帮助阮去掉即个福气甲稳定，互阮伫祈祷内面甲主阁有较深的连结。主啊，帮助阮伫祈祷内面，诚做教会，诚做正人，诚做阮家己的祝福。主啊，愿你开启祈祷的稳定，祈祷的火伫内面，互阮的祈祷诚做有力的祈祷，互阮的祈祷诚做一个芳芳的祭献，互主。阮将今仔日早祷会，阁阮下面的敬拜，拢交托伫你的手。阮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咱用这首诗歌，诚做一个祈祷，安静心伫咱的主的面前，咱来听候咱的主来帮助咱的心得到快乐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保障，我心所听，放下家己，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救我，有你的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的援袂放下我，因我的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救我，有你的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援袂放下我，因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咱同声来开嘴学乐咱的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堪得学乐的。咱嘛当这时来伫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，咱时常犯大大小小的罪。咱若无向上帝认罪，咱可能会搁伫迄罪内面重复，搁重复。所以咱嘛向主来认罪，咱来开嘴学乐咱的上帝，咱嘛向咱的主来认咱的罪，咱做伙开嘴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。开嘴来向你来学乐，你是堪得学乐的主，你是大君王，你是主爱天父，你是永远的天父，你就是阮的石盘，甲是阮的磐石。主啊，阮要正做你的囝儿，阮要时常学乐你的名，因为学乐你的名，阮要得到快乐，阮要得到稳定。主啊，阮学乐你的同时，阮嘛要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主啊，阮常常伫阮的生活内面，伫阮的家庭，也是阮的工课内面去得失人。求主帮助阮有改变的心。主啊，帮助阮遐隐捌的罪会当得到彰显，互阮家己知影阮的罪，互阮常常谦卑，互阮嘴讲好话来祝福别人。主祝福阮的生命改变，互阮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，互阮会当成做传福音的管道。主帮助阮。复兴阮的生命，改变了阮的生命，互阮的生命得到主你的喜爱。愿安尼感恩祈祷，
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所以，咱来看两段圣经，伫耶利米哀歌3章25节，会当咱做伙来念。既若听候耶和华找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予因。诗篇25篇第40甲第5节，咱嘛做伙念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的路途教示我，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，搁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我通同日听候你。听候上帝的功课是咱真做上帝囝儿每一工拢爱做的。咱有当时足心急的，感觉祈祷的时阵，上帝伊敢有成就？其实上帝爱咱常常听候伊，常常谦卑伫个面头前祈祷。耶利米哀歌3章25节讲，听候伊的心内找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予伊，施恩予伊。咱下面搁来看华语的，伊安怎讲吼，搁较详细，会当读一解华语吼来。凡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诗篇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道教训我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较重要的，就是咱爱求上帝将伊的真理、将伊的道路指示咱。咱是软弱的人，咱常常犯罪，所以咱来常常求上帝真理来引带咱、教导咱。因为伊是救咱的上帝，所以咱终日规日时常每一个时刻，听候上帝，听候上帝改变咱。圣神常常甲咱三角地地改变咱。帮助咱，互咱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真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囝儿。咱接着，咱要为几项代志来祈祷。咱来为咱个人的需要所面对的困难、困境，咱的身体健康，咱的工课，各种的挑战，特别为着咱厝内面的和谐，厝内面的人的平安、健康、经济，特别健康非常重要。最近咱真侪人因为流感的关系，真侪人身体无爽快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将这个医治的稳定手术予每一个家庭甲个人，互咱的身体得到恢复。特别，咱用较长的时间来为咱家庭、为咱家己来祈祷，咱做伙开嘴。中，还是治疗中的肢体，还是家庭陪伴的厝内面的人，为因献上祈祷。伫教会中、大业中，还是经济困难的兄弟来祈祷。特别咱来为咱每一个家庭来祝福，坐伫你边仔的兄弟姊妹，你嘛替伊祝福，互咱做伙开喙来为这段来祈祷。是主耶稣，你是伊治的主，我们将阮教会中所面前的兄弟姊妹，用你的手，使阮的肢体内面，阮的一个家庭内面边仔用的主啊，求你是了伊的稳定，帮助伊的恢复归咱恢复稳定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祝福这边听中的家，并且让因会当主的内面得到喜乐平安的心。哦，主啊，你。
接咱过来为着咱所听的台湾的祈祷，为着咱台湾徛起的平安来祈祷。咱台湾常常有地动即个困扰甲惊吓，咱特别南部最近有足侪地动，咱求主保守咱有心有平安，专心倚靠上帝。求主来掌管伫这地动的灾害，会当紧紧恢复。保守伫遐灾难中的百姓，会当紧紧重新建立因的家园。咱嘛为着台湾主的福音会当传遍咱的台湾每一个人来献上祈祷。咱看足侪人阁毋捌主，实在是真可惜。咱会当坐伫遮，咱实在是上帝所拣选，上帝特别的恩典。所以咱为着这两项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！教会来祈祷，求主保守，互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咱有愿意的心来，互上帝来甲咱造就，互咱的生命拢得到改变。兄弟姊妹搁较迫切的心，会当投入伫每一个服侍内面，咱为着咱这两项来献上祈祷。咱来为着咱今仔日2顿的礼拜来祈祷，为着今仔日所讲道的詹姆斯来祈祷，求上帝圣神甲三甲地地，互伊所开拓所今仔日的主题，拢对咱兄弟姊妹有帮助。为着咱会友，咱每一个人，咱个人拢有敬虔的心来祈祷。咱敬虔的心非常重要，所以咱有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主。为着咱每一个服侍团队有合一服侍来祈祷，为着主基督查经班门徒课程，才会将咱伫今仔日所进行的每一个服侍，咱同心开嘴。做伙来宣告，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，真理的调教，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，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是信徒怜悯丰盛的教会，是门徒培育的教会。阿门！请咱起立，继续起来敬拜咱的主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握，无言隐藏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的关怀放下我，令我一生我
外，咱继续来敬拜咱的主，起来学乐咱的主。见到你，阮心内有平安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伴照，你是主爱信实公义的主。我要时常来敬拜你，伫敬拜你内面，愿得到快乐，愿得到平安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愿用圣哉全能的上帝来敬拜你。上帝，宇宙拢宣扬你的荣耀，万国万邦齐来敬拜，全地大声。
金圣诗248首，新圣诗248首。